这个世纪当代的画面。 伫台东举办的正副议长的联谊会，侯友宜甲郭台铭拢互邀请去参加。这嘛是国民党内总统提名了后，两个人第一届做伙来出现。大约50分钟的过程，两个人是握手按2届，啊卡杯啊敬酒1届。互动毋是真烧脑，有淡薄仔硬约。到参一开始，郭台铭到场的时阵，侯友宜嘛无主动甲拍招呼。 是一直甲主持人邀请贵宾就台，双方才来握手致意。前台地方，我们的议长、副议长。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一个出现，和在场的嘉宾随啊随的握手致敬。不过，真足看一个人，卡赞配拢连在做伙。大家难得的机会，在此先来稍微闲聊一下。 你无当，我无当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得到郭台铭入座，双方拢无人主动小借问，两人互邀请参加伫咧台东举办的正副议长联谊会，两人之间的座会各让5个人，过几分钟，侯友宜总算主动甲郭董的敬酒，不过双方一直亲像安尼，小对看，真正有够介叫的，甚至含眼神嘛无闪一个，得到主办单位赶叫上台。民意代表高宾会客，侯友宜总算伸手，两人短短2秒钟，头都该挖过去，相片迄刷毛景食酒。侯友宜、郭台铭上台致辞时，马拢互相讲着对方。高董事长，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，从5月17号以后，这2个月，用各种形式相约多种见面，但不得其门而入。新北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在侯市长的带领之下，我想做的是井井有条，这个蒸蒸日上。侯董也是信仰关公，重情重义重承诺，我们共同目标是中华民国的和平。我开我自己的飞机呢，因为我飞机呢必须要今天晚上这个要飞回去，不然我就可以送侯市长。 比我晚一点回去，不知道，也没有联络。落尾侯友宜要离场进程，两人各一摆握只手。这是一个难得的画面。不过侯友宜赶返去台北，等于郭台铭侯友宜暗时无闲去海边行行绕绕咧。谢谢，陪你陪到最后一刻。谢谢。提名了后，头一摆徛做伙，安尼交流，敢算是透开心结，到董事长的心内才知影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